再来看，这礼拜哦，受到两个方面小连续影响，天气是真无稳定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今仔暗时到明仔载会有对流分下，所以雨水是真济，埋落雷公河甲大水雨，所以得爱特别注意。今仔天色看起来乌阴乌阴，阁不时会落雨。气象署表示，这礼拜受到两个方面小连续影响，规礼拜天气拢会真无稳定，雨毋若一阵一阵，也有可能会有雷雨、强降雨。毋过，针对什么地区会受到较大的影响，气象署说明，因为变化较大，因需要随时监测，参各种资料做比对，提醒民众出外进前要注意大雨特报、大雷雨特报等等的发布。入夜到明天又会有比较大片的、比较旺盛对流雨系进来，造成明显的降雨。然后锋面在星期四离开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后面又有另一道锋面在建立。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持续影响我们。锋面它上面旺盛对流雨系发展的位置会是在什么地方？气象署会随时监测。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除了拜三北部、东北部会较凉淡薄啊，刷落来受到后一个方面影响，降雨会真无稳定，温度也会变来变去。那么未来这种天气也只有在明天有点微弱高压南下的时候，会让北部、东北部的高温还有东部稍微下降到25、26度左右。可是很快的之后几天，锋面其实又在我们的北部海面逐渐接近。只要不下雨，我们就觉得很闷热。可是，一下雨，如果有剧烈天气，甚至带来强阵风的时候，会觉得温度是很凉的。因此要提醒大家，这种温度变化也要多留意。气象署提醒，最近有真侪地动尾，加上这礼拜拄到风面不时会落雨，有可能会崩山，建议民众暂时唔通去山区活动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